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，嘛发生3字数暴力驱离事件。不过到今，有原无一位官员要出来负责任。民间的世界会就和其他团队做伙办一场查无处人的展览，希望大家就要会记得迄当时的国家暴力。2014年3月23半暝，警察局内被赶伫行政院广场和平静坐的民众，使用暴力对付手无寸铁的民众。迄一暝通报救护车救护的人数拢总197个人，受伤上严重的坐轮椅，几啊个月才恢复。那轮到我被驱离了之后，我被带到警察的任枪里面，就是被一阵的拳打脚踢，或是用盾牌的警棍攻击。世界会组织义务律师团协助民众，要向施暴的警察甲政府官员追究责任。参与的李明如律师表示，迄当时台北地检署甲人民做对头，自诉案的民众站出来追究国家暴力，颠倒红对家起诉。第一时间国家暴力发生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到台北地检署的态度，其实对于就是侦办这种施暴员警是相对消极的，就是他们有公布那个反黑箱服贸的调查报告，去起诉了119名的民众，第一波是119，后来自诉案的民众站出来告国家暴力的时候，反而被追加起诉，说哦你有受伤，那代表你有去行政院。324被赶事件案件经过7档的诉讼，所有的自诉案唔是和法院驳回，无就是宣布无罪。7档以来，民间组成的义务律师团四界走踪收集资料。伊嘛希望透过公开展览，让大家莫袂记得这桩历史事件。其实控诉国家暴力的案件也在2020年就是全部都结束。那虽然这个结果都是无罪的，这样的结果虽然我们是很失望，但是我们还是想要留下一些记录，然后并且把这整个历程可以呈现给社会大众。有影像的记录，细细笔录详细事件发生时间。7档来追究国家暴力的诉讼，最后的答案是找无人，也无就是无罪。透过公开展览，完整呈现一路收集整理的资料。主办单位希望透过经验分享，和民众理解历史，嘛希望和一路参与的所有的人温柔甲安慰。记者杨淑晴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